各位老友記大家好，歡迎又嚟到唐經理講同大家講，最近跟別人的8月1都猜一個號碼買 K18嘅，覺得自己做猜同志，我說呢隻根本不是你們冇猜，你買猜月份買猜一隻盲目送近幣碼嘅，2016年8月6號起床大轉嘅，9隻離可元的偏財星大爆發，有3個生肖王阿明知道，同8月邊幾日最早裁定係人區打出18月王。我仔講我香港有幾十年風水，見過不少富豪同行瘟疫的八字，我發現一個好得意的現象，覺得真正中彩頭講一場的人，往往不是日以夜夜抓住手機時嘅數字的人都買嘅百萬的大書，特定嘅時間特定的開場，高字典順應着天地的偏財運，隨手買一兩注就中，好多人曾能問我隨便佢買幾十萬就可以，幾千萬有人係佢買。研究員都猜一個號碼，個學生就交咗開場，在自己期場最輸財富最難時去買，你選擇在經文，天意都會同你開個玩笑，讓你猜個號碼是8個，但如果你是偏財星打爆發期場最旺的時候去買，你就算隨手拍下計算機，全天地經的死都會推出重重大降。2026年的8月真是不得了。今年是否一到8月正遇到嚟出市場大叫9隻離可元的大鐵床底下，8月的天財生態完全大爆發。今天我會同大家逐一查8月究竟有邊3個生肖偏財姓姚名流和財最容易中頭講，講第一名嘅生肖，甚至旺財翻嘅翻真的想都難。如果你想去8月閒魚翻身，想有旺財叫數，你今日一定要有頭，聽到你中間千條馬話就。因為我隨着猜嘅生肖之外，從未公開8月買六合彩的賭文催旺倍發，包括買方投贊彩票買點最全最貼近嘅3個黃金幾日，就算你的申報牌前3萬，我經已仲係為全世界生活。8月的人方法，只要你跟着我講的方法去做，大家都一樣可以見到這個大旺財的時期。喺未講生肖之前，大家要先明白點解2026年的8月會是一個翻身的黃金月。好多人淨是睇生肖，但不知道天時的重要性。我哋家處於9字的河大運，離卦代表河代表發出爆發突如其來的變化。2026年是丙午年河力量非常強大，屬於雙重可期應對的年份。河在爆發月之後一天的，開始永恆深刻面半年上半年的河次。1月到8月的好高溫熔爐年，一卡即將接住的能量連出真金幣那種氣場，玄學上就叫做發生人財經，財和天財是完全兩回事，天勢靠你做事做好，暗卜叫班爭翻嚟的星權，有上線而都好攰，偏財同旺，財是靠天地齊交結果而瞬間嚴重翻嚟的有為之財，8月那個可更相可啟場，就是專門推廣如何財籌偏門投資。同得化性分紅和300年的經財運平平無奇，甚至覺得夜財就是你今年唯一一次翻身爆發的最佳時機。所以大家請收看那個8月。如果想8月那旺財在下注之前有自己開運倍發，你一定要記得我多年同好多富豪成員一體風水總結出來的。必須第一是選擇投做真的方位。8月9號偏財星同8倍左右生活權，有到了詞或者工作地方嘅西南方和正南方。如果你要買六合彩，最好用手機的指南針提議，貼給你租處或者公司西南方或者正南方的投注站。必須去香港便宜商號人契機，往往西南或者正南方向嘅投站比。如果你是手機或者在線買，你可以下午時間走到的西南角或者正南角上。因為這兩個方位8月是最財氣場最猛烈的地方，你去到下營中就比其他人多咗一個天地財氣的加持，的一是穿搭同成員顏色，好多人知道，人的氣場色彩對偏財星有非常自己的感應。8月佢買彩票的意思，大家身上最好有紅色、黃色或者白色的元素，例如大條紅色即金黃色外套，或者金銀壽黃水晶馬路黃色行代表團。河身圖圖生經，可以通關身係白色代表跟自己之財，紅色代表可以引爆旺機。但有啲大家有契機買解票，不能代表水會滅河，很容易同大差生而過。第3次紅鮑魚彩票收的時候動作，
好多人買完了個財水手個袋，或者手袋亂七八糟的住一切，選彩色嘅彩票代表你的財富。買完彩票之後，最後整整齊齊的放入你的金光紅包裡面，或者壓期的財位底下，珠寶盆裡面藏人包比敵人包更聚財。因為只陪同彩票和包人面代表，財神這個動作叫做抹氣，也是將財氣留足，等開工的時候可以引爆財富。如果是電子彩票，買完之後也都可以給圖存放手機的重要面。保持恭敬和喜悅的生態界的黃金時8月留最好。感謝閒的美食，同時在閒一點到5點之間。美食代表圖人生根，現實代表跟今天當往前1點到3點去買財富最穩。閒3點到5點去買爆發力最長段時間。11日人氣最旺偏財星最活躍的時候。個時間段出下你的靈感會特別轉，大降的機會會大幅提升。長嘅條件，好多人買票之前完全還債或者白開拖，困境這種焦慮的心態，好像這個相遇焦慮財神與不敢跟的相反。如果是先支持下工業的輕鬆態，順利的心靈磁場是光亮的，可能財富嘅代價反而會自動轉過來。如果你買彩票之前去學識嘅參加有需要的人，接受程度那種發自內心的信念，會形成一個強大的光環吸引財。右邊3個生肖可以偏財星1名當中大降旺財翻嘅翻。首先我們排第3名的新牌，第3名的屬猴的朋友。屬猴嘅朋友在2026年上半年，你可能覺得自己做嘢好辛苦，人際關係有點繁瑣，甚至有陣子會有些小小破財，或者覺得自己付出就十分努力，回報只有30時。但是一到8月時候的朋友真是有恭喜，因為8月是農曆月。是3月再加上金虧星代表金虧，就是古代的寶線生財寶號。金虧星嘅2名代表你的偏財運會中國財富打開。屬猴的朋友去8月買好財。最特別的地方是世界大眾一位狀態。你不是花好多錢去包牌，也買好大，往往是你平時隨手買1-2注或者買自選機器，反而最容易中一位之財。認為首市的朋友8月的靈感非常之強。你如果8月有時花到某個數字或者是別冊牌號碼，你往往是偏財星同催星比的話，跟住感覺出買命中率會高的，知道不成不過首市的朋友卻8月買6合彩，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屬猴的人成個有時比較低，如果中咗市長，請將所有獎金加碼在外頭分一，你如果裝咗市長或者裝咗幾傾幾萬，一定要懂得見好就收。另一部分錢出嚟做善事，捐款或者錢可能吃飯參考，這樣可以幫你積累財富，令你下半年的財運繼續源源不絕。屬猴嘅朋友8月的8月旺，這2年嚟的偏財期長是全國最高峰，我相信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跟住你我排第1名的生肖，排在第1名的是屬蛇嘅朋友。屬蛇的朋友是2026年本來就是帶着一股變動和打破的氣場，上半年可能經歷過工作或者生活上的調整，但一到8月天貴人像天月貴人是允許人面別最高的星之夜，代表風化嘅貴人助陣，代表全國安泰同一愛叫做天月貴人，是嘅數字曲貴人代表嘅朋友出買學過。可講如果你平時一個人買人中，8月你可以試下同人好朋友或者公司運氣旺的同事一起合資買福利彩票。又或者如果8月身邊有的平時運氣好旺的朋友或者後來不見的貴人，大家同你講不錄一劇你不拒絕，因為這個貴人可能就是你8月的財神爺，身上還帶動着偏財神，你跟住其中頭講同一種的機會是成本感提升。屬蛇的朋友8月的財上面包括公司的突發抽獎，或者1點以前以為收不翻的救贖，日外的投資回報都有機會去8月爆發。但我有提醒屬蛇嘅朋友一句，8月雖然偏財旺，但是記得要低調。中了獎之後，簽某些社交平台大肆宣揚，這都不好。周圍同人講，因為低調先可以守住這個貴人財。如果太過高調後，容易引來後人知道。或者有人開口激錢，反而弄成屬蛇的朋友。8月的黃金下嚟後，冬日農曆8月11日貴人財期最，
大家一定要搞好從頭排第一名。8月編輯性大爆發，黃番給番真正做到聚攏。屬馬的朋友，2026年丙年本來就是當王的年份。好多人以為本明年或者河王嘅份變動多，但是一到8月火生土，土生金屬馬的朋友是8月迎來了10年。一個叫財星堅持有經元，財富開閘身體性代表步步不高，經元星代表富貴車馬大財喎。屬馬的朋友在8月買了學財，真的用豬籠入水來形容都不過分。廣東人講豬籠入水，這四面八方的財水都融入了啊。你霸王財運不是普通的事種，也是好容易連番幾番甚至連中。你平時可能覺得自己同大漲，但是天才氣場強度可以壓制身邊所有人。你無論是單買甚至民族生活都會高得驚人。屬馬的朋友是8月買彩票有這個特別的小技巧。第一，你最好是8月的拿 Q 之後，今天的天氣非常好，陽光充沛的航海下墜。因為氧氣就可以完全引爆你的本命，可是連出大光彩。啲屬馬的朋友是8月，如果夢到水夢到驚人手石，或者是路上見到好喜歡的事，拜拜日宴頭開張都是大王光臨的。你當日去買了和中途講的機會是全新的朋友是8月最佳的。農曆8月初就是8月18，這兩日大家一定要抓緊個難得嘅時機。今年上半年的辛苦一次過翻嚟，中槓桿之後，建議你可以買少少黃金或者置辦一些不動產，將旺財轉化成固定資產，這樣你的財富就可以安安穩穩流傳下去。水直前3名生肖之外，我知道大家非常關心其他生肖的運勢，今日我會另外9個生肖逐一拆解。8月天財被好數事的朋友，8月真財平穩偏財需要接力。你如果想買彩票，最好跟住屬馬或者屬蛇的親友一起學字，這樣帶動一個人孤獨一家。屬的朋友8月有臭味相沖的餘波，財富有開口之重力，佢8月買6合彩，有祖宗之主。如果有一個人靈感大發，想買某一組號碼就果斷出手，不好猶豫不決。今夜在農曆8月初留意的朋友，8月可30文出現幸運數字。家人的生日或者對你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日子，推組合號碼。我反而不論你自己的號碼準時到的朋友。但8月有你8月如果出去參加朋友聚會，歡迎或者生會的路上，順便去賺買最容易有優惠驚喜。跟而在農曆8月出事的朋友，8月13正財富出事大。你去8月買彩票時可用蛋托或者小福利增加中獎。特別是農曆8月是中秋嘅前後偏財運最旺。屬羊嘅朋友8月尾生上升桃花星大財，你是8月的人緣非常好。不同性格開朗正能量嘅朋友們，在愉快的交流中往往能獲得中獎的靈感好碼。屬蛇的朋友8月有跟動還同身要成成期大過。你偏財運是8月中旬開始補翻3點到5點去殺。經已在農曆8月矮時的朋友8月。留或者農曆8月初一買一兩支課，嗰度平凡舒適嘅朋友。8月海水潤身財8月非常有迷勢運。如果有人士嘅好心情特別收藏，等日去買彩票中彩率最高。講道理的我再同大家重申3個8月全員通用的6合彩黃金月，大家一定有意識秋冬而嚟，就是星宿氣場交接的關鍵時刻。天地間人邪初心慢慢蘇醒。日常下最容易先拿到天地間最新鮮、最純正嘅財氣。第2個月是農曆8月初夜，初一月上升亦越高位，代表晚上更新財富開放。那而全買彩票最容易有意想不到的意外驚喜。第3個忌日是農曆8月10，中秋佳期中秋月圓和元樹生代表圓滿同財富大主。月亮湊嘅人力最偏財市場最新嘅時候。嚟日一家人一齊學知買做6合彩，最能迎住全家嘅福報同彩氣。各位朋友圓說的精彩，大家去輔導或者尋味。於是教大家佢最合適的時間做最合適的事，教導一傾達到讓大家去一定要去抱一個好意的心態，反而更容易得到上天的眷顧。如果抱着一定要用幾千萬去還債的群眾心態，應眼神反而會俾你如果抱着玩下順便買個希望造成嘅輕鬆心態，
還是光亮的大家反而會主動裝過。謝謝一直心支持經營學的精髓是順勢而為。小到疫情，只要大家保持好心態，好運動才是自然會主動裝過你。如果想2026年繼續轉機，一路往到你記得一定要點讚訂閱我頻道，開旁邊的小鈴鐺勁勁開，踩 K 比慶絕對會令你走彎路。最後祝福大家在8月各個天齊成交集，旺財個手豬籠有水裝，重大獎 Aries 好 K 對根。